美国洛杉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位于郊区的高级社区太平洋断崖山区的火药因为风正透，火阁继续在炭，已经有超过3万人撤离，13000栋的厝是真危险。画面当中会当真清楚看到山区有真侪大的大火，烧甲真旺，高烟是冲向天边。这是洛杉矶高级社区太平洋断崖的火灾长咧炭，并且渐渐挖进附近的徛架甲建筑物。有真侪住户摕水管一直咧抢，另外有真侪住户要驶车离开，又搁拄着来救火消防车，造成大塞车，互现场看起来更加紧张。这个居民一路一直咧问，就惊有人出代志。一位住户表示，5分钟进前看到山头另外一边出现火势，感觉无啥可能会烧过来。不过真紧就看到火焰对山头吹落来，家己社区的空中，大家拢清公赶紧转去厝内收物件。We are not out of danger. The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has predicted that the winds are going to pick up and get worse. We're going to have the most significant wind event between 10 p.m. this evening and 5 a.m. tomorrow morning. 洛杉矶当局宣布紧急状态，数万人获下令撤离，超过1万栋的建筑受到威胁。Many structures already destroyed, and the fact that people were still not evacuated. 这场火灾初次伫太平洋断崖社区烧起来，大火短短几点钟内就对面积8公顷烧到超过510公顷。这个社区就伫圣塔蒙尼加山尾甲太平洋之间，真侪好莱坞的名人，佮有正常家己的头人拢住伫遮。出名影集《6人行》已经过身的演员马修·派瑞，在生时阵也住伫遮。高速新闻吴文玲编译。